行為人見人憎，今集就考下女士們對窺淫罪嘅認識有幾多？廁所咯，更衣室啦，廁所嗰啲係我自己 privacy 可以係唔俾人去入到我範圍嗰個地方。我估係啲 toilet，咁我去緊洗手間唔預期會俾人哋無啦啦喺度望咯。咁你覺得私密部位係指邊啲地方呢？有衫遮住嘅地方。胸部咯，衣服包住嘅地方，遮蓋到嘅地方就可以係咯。詳細可以參考呢度嘅定義。應該冇。咁睇下個地方係咪公眾場合先咯。如果你嘅望係令到我有不安嘅，我覺得係受我嘅安全係受到威脅嘅，咁我會覺得係有機會犯法嘅。市民遇到偷拍偷窺嘅行為可以點做呢？要大嗌同埋報警。今集考唔考到你？下集隨時輪到你。